我今日喺屋企自己做雜菌雞湯米線。雜菌方面，我用咗姬松茸、冬菇同埋蟲草花，將啲菌類洗乾淨，然後用食用水浸泡。浸過冬菇同埋姬松茸嘅水都可以用返嚟煲湯㗎。浸泡好就可以將啲水過入去湯煲，加夠水嘅份量就開始煲啦。我今次用咗呢啲江西米線，按照包裝上面嘅說明處理好啲米線。湯水煲滾咗之後，我先加入冬菇，大約煲10分鐘左右，將隻雞洗乾淨，擎乾水，斬件。煲緊湯嘅時候，用薑片起鑊，煎香啲雞件，煎到兩邊都金黃色，喺鑊邊灒少少燒酒，然後撞入已經煲咗10分鐘嘅湯水，再加入埋啲姬松茸同埋蟲草花，我仲加咗幾粒紅棗添，用大火煲多佢10分鐘，最後加入幾粒杞子，用鹽嚟到調味。因為啲湯用嚟放米線，所以味道要濃啲，啲鹽就要加多少少啦。煲多2分鐘就可以加入米線㗎啦，你哋都試下啦。